公务人员相关的团体将对公务机关霸凌的状况，要求政府应该爱开放公务人员做工会的权利，和公务员愈有保障。其实目前有公务人员协会法来保障工作权，可这甲一般的工会组织是有啥差别的？今日解破新闻，咱就请职安来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解破新闻，我是职安。今日解破新闻继续来关心劳动部公务员霸凌案，甚至是行底路，这事件阁是一直在加。这公务人员代表嘛，搁再徛出来要求比照劳工来做工会，讲到咱现在劳工要做工会，这是因为受到工会法的保障，主要是以劳动三权来做基础，动用团结权，讲会当来壮大这劳工的力量，动用协商权要进一步来改变体制，最后是动用这争议权、罢工权，要用手段来要求企业也是顶悬的，要来要求改革。不过，那是因为这公务人员因为是国家来做头家，所以就另外一条法《公务人员协会法》来规范。这差别就是伫咧协商权的部分，讲那是关系到这国防也是公共利益加国家安全的部分，这伫咧公务人员内底就完全无参详的空间。上条还有争议权，包括这罢工权是隆重禁止，嘛袂使来参加这政治活动。这徛伫咧国家的立场，这当然是惊讲，一旦公务人员为着这加班佮劳资的问题来罢工，颠倒会去影响到大众的权益。这个因为劳动部的霸凌案逼出来，这公务人员是搁再提出五大诉求。这官方嘛已经表示，已经讨论要放任公务人员协会法。这修正草案伫咧7月时阵嘛已经送出去啊。主要是分三大方向来进行，会使协商的事项是有增加。嘛会检讨这内部若是发生代志，所采决的这单位甲方式，嘛会来检讨。另外，针对消防甲警察这个高风险的公务人员，嘛会使开放来组织特种的协会。这原则上也是照公务人员协会法落去修、落去补强。做工会这条路，短期看来可能伫咱台湾也是行袂通。要安怎来对于大众权益甲公务员工作权内底，挑出一个有法度两全的办法？伫咱台湾看起来也就有一段路爱行，这劳动环境要安怎来解释？嘛，值得咱继续来思考和改进。以上解破新闻，从镜头到登去主播。